AI 哦是未来趋势，有杂志社将对全台湾上万的中小学生进行调查，结果显示讲有将近3%的学生哦，拢会晓来使用 AI， 也毋过大部分拢是用来翻译，还是斗相共写功课尔。甲 AI 问问题，伊真紧就有答案。中小学生嘛知影 AI 有够好用，亲自天下针对超过13000个小学5年到国中9年学生的调查显示，超过9成学生认捌 AI， 使用率已经无城乡的差距。将近43%会晓使用 AI。大约7成用过 Google 翻译甲 ChatGPT， 拿来写功课比较多，尤其是年纪越大的国中生，就真的拿来写功课。国小生可能会玩玩啊、画画图啊，做一些别的事情。学生把 AI 当作翻译机，常做写功课的技师。不过调查显示，12%学生认为会当 copy 使用，而且年级愈悬愈是安尼想。有42%学生真少也是毋捌想过网络资讯有假的，有47%是毋知影，也是无想过 AI 识别率无够。AI 若是犯错，什么人爱担当责任？科技是中性的，但我希望是让学生在好善用在他学习上，而不是做一些有的没有的这样。学校就算有课程，也是仅限于这个使用这件事情，批判啊、思考、负责任使用，这个是没有一个课程的，还没有一个东西去教。AI 会当生成所有的答案，免我分辨有批判思考的能力是教育现场的条件。这个调查嘛发现。将近一半学生会甲 AI 开讲，甲伊当作知己，讲心内话。专家讲，这对学生的社交能力、同理心的培养，甲含真实世界人际关系处理的韧性，拢会带来久长、搁真深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